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屏东昨有8个注唔着白注疫苗的民众去挂急诊，身体管有4个囡仔注着过期的流感疫苗。总统蔡英文接见欧洲议会代表团的主席古斯曼讲，要来台湾学习安怎用民主的机制来对抗中国的威胁。未来的生育保健法规定，太太若是要做人工流产，唔免先生的同意，上紧明年的正月份会对外预告。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无死亡案例，佫有一个境外病例。这个本土病例是台北市一个查甫人，伊的CT值已经超过30了，血清抗体是阳性，所以应该是旧案。另外，针对第13期要做头一档 AZ 的对象，今仔嘛佫扩大来开放了。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是有1例的本土病例，1例的境外移入零死亡个案。本土病例是本国籍30多岁的男性 ，CT 值是34。那住院后采检的核酸检验再采是阴性，那血清抗体阳性。那目前据我们了解，他的这个发烧的症状应该是有另外一个疾病的问题哦。那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这可能是旧案的部分 ，A 例的部分，所以我们会针对他的第1剂的预约对象做加开，所以符合资格的对象是10月26号前有医院登记 A 例疫苗的49到18岁的民众哦。那预约时间是在4号的下午4点到明天中午12点。昨屏东传出88个民众注唔着白注的疫苗，又个传出讲对10月7日开始做的流感疫苗，伫身体管卫生所有4个囡仔伫顶个月14号注着过期的疫苗，加在目前是无啥物问题，其中有2个囡仔有个补助。因为我们同仁的疏失，不慎将流感疫苗拿成去年度的流感疫苗，在明天中午的时候也会举行这个考级委员会做一个处理。身体管卫生所表示讲，这是去年春的疫苗，后来发现就有随通知囡仔家长，嘛连续14天做健康的追踪，加在目前囡仔的健康无问题，其中有2个囡仔又个补助1天哦。疾管署是表示，已经要求各县市的卫生局爱专门甲过期的流感疫苗拢弹掉，注射之前嘛爱再三来确认。咱继续来看，屏东昨有88个本地要注第2档莫德纳的民众哦，说互安泰病院注射 AZ 疫苗。昨半暝有8个民众身体无爽快，去病院挂急诊哦。有4个是去急诊来观察，另外4个登去厝里休困。安泰病院已经暂停注疫苗了，要安怎处罚？部长陈时中是表示，爱等到当地卫生局提报到中央来讨论。屏东县政府嘛表示哦，第3天内底会来完成行政调查，才会来决定讲要安怎处罚。东港真书洞一透早就有民众来注疫苗，不过负责的病院已经为安泰换做呼应。屏东东港初三传出注唔着疫苗的事件，88位本地要注第2档莫德纳的民众，说因为负责的安泰病院疫苗摕唔到，佮无确认清楚，甲民众注 AZ 疫苗。伊个名签落护士对后壁就注暗。哦无甲你讲伊即马要注啥个，拢无讲。无啦，无讲啦，15个。15个无算过。他15个啊啦。有计去住院几个？住院他2、3个。一寡注唔着疫苗的民众，半暝开始身体无爽快，去安泰病院挂急诊。院方统计，目前有8个民众，主要是头晕、发烧、骨麻酸痛，其中4个人搁伫急诊观察当中，另外4个人已经转厝休困。医师表示，第1档注莫德纳，第2档注 AZ 效果可能比2档拢注莫德纳搁较歹，不过嘛是有好处。相较于打2剂莫德纳的话，它的综合抗体效价可能也许会差一点，但是也许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它的抗体维持的时间也许会久一点点不过这个是学理上来讲。另外 ，AZ 第2档副作用嘛比莫德纳较小，医师认为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对身体影响袂介大。不过注唔着疫苗，也是引起民众的惊吓。卫福部长陈时中透早也针对后续的处分做回应。这边会严惩吗？当地的卫生局会提报上来。目前安泰病院已经封停止注疫苗的工作，屏东县政府表示，会伫3天内完成行政调查，决定后续的相关处分。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接见欧洲议会代表团，蔡总统讲到，这是欧洲议会头一届派官方代表团来台湾访问。之前10月份，欧洲议会嘛通过台欧盟正式关系合作报告，望讲未来会当进一步来深化伙伴关系。代表团的主席古斯曼是表示，这届来台湾要学习民主机制是要安怎来对抗外来的威胁。现在嘛是欧盟甲咱台湾合作的时机。尤其欧洲议会在上个月第一次高票通过了台欧盟政治关系及合作的报告，这份报告的支持率达到86.3%，是欧洲议会本届会期支持率第2高的报告。在这里，我要再次谢谢各位议员的支持。我们相信台湾和欧盟在各领域一定会持续深化伙伴关系。We came here with a very simple, very clear message. You are not alone. Europe is standing with you, by you, in the defense of freedom and the defense of rule of law and human dignity. A much stronger EU-Taiwan partnership. Thank you so much for welcoming us, and now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古斯曼表示，台湾面对北京的压力，发展出真使人娱乐的民主。欧盟目前嘛面对一款政治影响到欧盟的民主哦。另外，伊嘛讲到台湾有真侪创新的办法来对抗假信息，嘛值得欧盟来学习。蔡总统是表示，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台湾的合作对象嘛对印太地区扩大到其他的区域。在对抗假消息方面哦，台湾嘛愿意甲欧洲朋友来分享经验，深化互相的伙伴关系。咱来看后礼拜六13头一场的公投意见发表会特别举行咯。也毋过早起民团甲立委是开记者会，呼吁中选会应该嘛爱举办公投辩论会。有立委嘛建议讲，立法院会当来启动国会办的公投辩论会。公投要辩论，民主不能混。12月18特别公投，13第一场公投意见发表会特别定场，啊，毋过民间团体甲立委开记者会，共同呼吁中选会应该积极促成正方双方做多场的辩论，免支付各自的发表会。啊，若无中因2018公投缺少辩论进行，只存对决无对会。我们在这边也要向中选会呼吁，应该要更加的积极，促成的是公投的辩论会，而不是各说各话的发表会。中选会呢，其实有开放可以做辩论会，但是双方必须同时都同意才有可能。那后来呢，对方并没有要办吧。珍爱海草打公投，带头的人认为，上理想是举行听证会才有法律效力。进前就捌提出辩论会想法，无奈无得到共识。龚德明也以声明表示，国政党应该负起责任，提出具体论述办辩论会。立委是建议立法院应启动国会办的公投辩论会，弥补目前行政运作的缺失。全民要公投，没有一场辩论会。好，中选会不能办，行政院不敢办，国会来办嘛。我希望那个游锡堃院长有听到我们的呼喊。民团表示已经寄出辩论邀请函予执政党关市党部，13、14会在高雄办公投辩论挑战活动，希望促成辩论交锋。中选会是回应初5会说明10场次公投意见发表会细节，所有事务依法办理。对是毋是办辩论是无评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国防部发布上新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讲中国目标是伫2027年伫印太地区有甲美军对抗的实力，来逼台湾按照北京的条件来谈判。国安局长陈明通今仔指出讲，以战必谈是中共的策略，也毋过台湾无可能因为受到武力威胁就来谈判。美国的参谋首长主席密里是表示，中国伫2党内底应该未对台湾发动战争，台湾美国绝对有能力来防卫台湾。两岸的情势紧张，中国无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中军持续伫咧备战。美国国防部发布上新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的目标是伫2027年具备伫咧印太地区甲美军对抗的实力，会当逼迫台湾按照北京的条件谈判。面对着中国各种武力犯台，美国参谋首长主席密里认为，中军伫咧2年内未犯台，
严哥也讲，美军绝对有能力防卫台湾。We absolutely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all kinds of things around the world to include that if required. Those are really policy presidential decisions whether or not we do that, and hence the polic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ut we absolutely have the capability.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国安局长陈明通随时伫咧立法院质询，面对中国不断对台湾施加压力，认为以战必谈是中国的策略。不过，台湾绝对无可能伫咧中国的武力压迫下上谈判桌。咱台湾人一口气加赛骆驼嘛有3寸连，咱无可能互伊武力的逼合之下，咱上这谈判桌。因为美国国家大楼的报告是讲，中共2030年可能会有1000粒的核导弹。立委问陈明通，中军是毋是可能用核武还台？陈明通讲，若安尼是将会是两岸人民的悲剧。目前抑阁传出，中军对台发布会动员攻台。虽然中国伫咧事后澄清讲是假消息，不过已经引起两岸伫咧讨论。其实他们是因为要防疫，而且要办冬奥，所以想清零，所以跟所谓的发动战争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嘛？哈，目前看起来我们的掌握没有关。对于东沙跟太平岛的这个受攻击的危险性有没有升高？目前没有了。针对强军想要突出东沙岛加太平岛，这么危险的情势是毋是有升悬？陈明通讲，现主时是无，不过中共的战略有真侪方向，真像是全境轰炸、海上封锁、以战必谈，国安局会持续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暂停台湾的往来，石刻甲len物进口，咱国政府甲这案提交 WTO 做裁决。WTO 今仔开会，咱国代表提出特定贸易观测。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会议是有充分的讨论哦，嘛毋望中国有如何的回应。我们已经提到 WTO 的 TSD 会，那在今天的凌晨有充分的讨论，我方有把整个所有处理的过程，以及依照相关的国际游戏的规则，跟中国讲得很清楚。那我们期待后续中国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更好的回应。伫这个会议要开会进前，咱国对中国要求展开技术性的对话，前后10届哦，有提出要求，不过中国拢无回应。农委会强调讲，咱国内相关的部会卖来讨论讲，要安怎利用 WTO 的机制甲综合来争取咱国的权益。再来看今年的5月份，因为疫情的拖，咱国是宣布讲全面禁止移工入境，嘛造成咱国内欠工是真严重哦。即马疫情等和劳动部长早起伫立法院就表示讲，移工会分2阶段来开放，卖以注疫苗甲国家风险来决定入境的顺序。也毋过有真侪立委是有无共款的意见。考虑到国内疫情有较稳定，应用产业移工欠工的问题。劳动部规划移工引进专案，将会分做2阶段引进移工。第一阶段伫咧明年的111年2月14进行，所有移工入境了后，会全部拢是集中检疫。另外，也会建立入境积分制度，包括是毋是有完整做过有辐射、台湾国家的疫情等情形，可以无同的分数。积分若有关的人会当优先入境。不过，立委质疑评分的标准伫咧倒。看来看去就是抢攻嘛，国内的中介怎么样做出最好的这个资料，让你们理解，然后在分数上面得到分数。疫苗的接种的配分是55分呐，55。然后那个来源国是10分，10分。然后注射是45分。另外，有立委担心，重新予移工入境，可能是国境放松的压力测试，尤其是明年2月15开始。是引进移工的第2阶段，除了集中检疫以外，产业移工会当去防疫旅馆检疫。讲是大批移工入境，要安怎做好防疫？一次会进来很多，就是你刚刚说的嘛，突然间量会大起来啊，是抽查稽核，还是有人去检举，还是怎么样？到防疫旅馆或指定的场所，那在这部分整个接送，当然，我们会全程管控。柯明春强调，上班伫咧11月底就会开放移工引进。预计伫咧后礼拜会甲移工的台湾国家之一的印尼开会讨论，也毋过考虑到个人伫咧春节回乡的时阵，集中检疫所的床位量能，所以12月14会先暂停引进，等明年的2月15了，再个重新开放。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面册 IG 顶社群网站有真侪卖物件的广告，嘛常常有民众受到诈骗哦。有立委就表示讲，网络顶头一寡非法的物件嘛拢买会到，政府到底敢有会管呢？经济部是坦白讲哦，以现在法规，面册确实无法度通管。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嘛指出哦，已经有在研究相关的草案，望讲会当量早来补破网。人面册市集内底嘛有伫咧卖物件。较细项的有咧卖衫的，大项的有咧卖家具、咧卖车的，无所不至各种的产品。侪拢讲因为工厂倒去，货都要紧销出去，所以用比市面上加正常的价销都买有。毋过，甲关键字拍入去找了后，所发现讲内底有袂少违法的商品。道立委出面指控讲，人面册市集四界拢是交易的陷阱，政府煞当作无看共款。很担心有一些毒品会藏在里面。那我们的青少年也是脸书的使用的频率非常高。如果未来在这里可以买到毒品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政府的责任在哪里。但因为脸书目前它处于一个境外电商的地位，所以它不需要落地，它不需要接受台湾的法律的规管。非常希望就是未来可以有就是立法的工具。立委列出人面册市集四大问题，包括卖物件的人身份不明，用暗示性的图甲文章来引诱犯罪，非法卖药啊，用无合理价较真离谱的价销咧卖物件，网络交易充满济乱象。最近这2年来，警方接到网络诈骗案，每一年拢超过600件。消费者若拄到诈骗，无所在通好申诉，而且这违法的物件，就像倒顶年柑共款，凊彩买就有。不过政府部门煞无相关的机制来应用。我们现在正在草拟的这个数位通讯传播法，要求它有一些配合应该做的动作。那现在这个脸书这个 marketplace 这部分哦，就是说，因为其实它是一个个人平台，就是目前还没有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案例，哦，是可以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消保法来这边处理。经济部讲，目前的法令对人面册是无法令通好管，呼吁消费者来路不明的产品都唔通买。因为 NCC 是回应讲，人面册公司无在台落地登记，无论要做管制或者是警方侦办拢有困难。目前当地建议所谓通信传播法的草案，要对网络的内容等等来进行管制。政府单位就要赶紧处理，细坑唔补，大坑就歹补，唔通互人面册真做是诈骗甲犯罪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去邮局要解除定期存款哦，讲要投资人骨塔。邮局的人员是认为讲，这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就赶紧通知警察来处理。加在是有甲民众的钱保掉的。有民众去邮局按算要甲250万的定期解除，邮局的职员甲问了后，怀疑伊可能去用诈骗，所以通报桃园分局警方派出所，请警察到现场来解款刀。说服这个民众是真不满，伊讲伊也无犯法啦，是安怎要叫警察来？你说你要买房子是吗？是啊，买旧房子的，大家看警察围着你，好像我不知道犯了什么。你这数无收大，银行惊你去用诈骗嘛？对啊，数量比较大啦。不会是这样啦。警察伫现场是有喙讲甲无烂，耐心甲苦劝。伫这个过程当中，嘛发现讲另外一个若像防诈骗的民众，甲伊共款是台南人，所以三讲四讲，这个民众则讲，伊是透过亲戚朋友绍介，甲一个咧卖连骨头的查甫业务熟识，伫对方的鼓舞之下，伊准备要领出伊所有欠的钱，要来投资。经警方现场了解之后，发现富人是要投资灵骨塔。警方现场劝说，请富人深思熟虑后再行决定。富人经过几番考量之后，决定暂时停止投资。警察甲伊苦劝讲，投资有风险，就要亲自了解投资的内容，甲有可能会拄到的情形，才会当避免造成损失，甚至防诈骗去。这个民众嘛笑笑啊讲，想袂到出门领一个钱，煞去拄到警察，这有可能是天公伯啊咧甲伊秃头，所以即个伊就决定卖投资啊。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新闻来看，美国2021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大多数拢确定了。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杨金是赢民主党的对手高帕当选州长。纽泽西州民主党的现任州长莫菲赢对手无到1%连任州长。这拢显示讲人民对拜登政府无介信任。明年的其中选举民主党的选情并无乐观。美国总统拜登初三结束访问欧洲的行程，登机华府，迎接伊的是选情失败歹消息。在去年拜登以10%拍败川普的维吉尼亚州，
和共和党推派杨晶以9%的差距选赢。拜登以16%打败川普的纽泽西州，要连任的民主党州长莫菲所和共党对手斯坦瑞利围罗加案，选票统计一直进行到过两天的透早。莫菲以50.03%对49.22%选到正惊险，是44年来第一位在纽泽西州赢得连任的民主党州长。这两场正关键的选举，对执政一年的拜登政府是一个警告，显示明年其中选举的国会保卫战，民主党的选情无乐观。对此，拜登认为这代表选民对现主席的状况真无满意，也看出重建美好未来法案过关的重要性。People are upset and uncertain about a lot of things, from COVID to school to jobs to a whole range of things, and the cost of a gallon of gasoline. And so if I'm able to sign into law, my Build Back Better initiative, I'm in a position where you're going to see a lot of those things ameliorated quickly and swiftly. And so that has to be done. Today is a wake-up call for Washington Democrats to abandon the partisanship, the extremist agenda of Washington-based programs that cost trillions of dollars and don't have programs that nobody even wants. 今年这场地方选举另外一个特色，是由委员会少数族裔选举人创造新的历史纪录。波士顿市选出第一位民选优秀领奖的女市长吴米。总人口只敢拿23%是非洲的匹兹堡区，第一遍由非洲的盖尼选调市长。辛辛那提区也第一遍选出亚洲的普雷瓦尔担任市长。伊今年才39岁，6年前才进入政坛的普雷瓦尔，伊的老母是西藏人，老爸是印度的移民。这个人当选也和美国各地领导者的角色注入多样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来看台湾移民第二代吴美哦，这届选调波士顿的市长，嘛正做波士顿200年来头一位查某市长。另外，纽约市长是由一位非洲的退休的警察亚当斯选调。波士顿2世纪以来，市长常常是男性，而且是白人。台湾移民第二代36岁波士顿的市议员吴美，初二正做头一个波士顿女性的市长，而且拍破英国拢是白人咧做市长的纪录。这对一直有种族冲突的波士顿来讲，是历史性的时刻。We are ready to become a Boston for everyone. We're ready to be a Boston that doesn't push people out, but welcomes all who call our city home. And yes, Boston is ready to become a Green New Deal city. 吴美是台湾移民第二代，黄旗公了真认同，伫126州芝加哥出世，因为去哈佛大学读册，所以搬去麻州波士顿。2013年头一届选调波士顿的市议员，2016年至2018年之间，正做波士顿头一个有色人种的女议长。吴美是民主党籍进步派。伊政治之路的导师是进步派联邦参议员华伦。吴美去年9月投入市长的选战，伊运用社群的影响力，甲2004年拓中和绿色新政，也有社会福利的政见，吸引不少少年的选民，嘛受到教社的支持。我叫吴美，我在竞选波士顿的市长，希望可以竭力为大家打造一座为我们而建的城市。初二，美国有36个州举行州长甲市长的选举，去用看作是拜登政府的期中考。全美国上大城市纽约市长的选举，由真摒死对抗警界种族歧视退休的警察亚当斯选调，正做第2个非裔的市长。伊是民主党籍中间派，英国生活真歹过，捌加入黑社会，因为捌去互警察拍，所以伊一直真拍拼，落尾加入纽约市警局，推动内部的改革。另外，维吉尼亚州州长的选举嘛受到大家关注，因为遐一向拢是民主党优势选区。不过，党提名的候选人麦克里夫拍这场选战是拍甲真辛苦，开票迄天票数是真接近，终期尾是对手杨金选调，互共和党的人是真欢喜。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昨批准印度本土研发的武汉肺炎病毒的疫苗 COVAXIN 紧急授权使用。这疫苗的防护率是有78%，会当来提供18岁以上的民众来做。这疫苗保存真简单，所以嘛适合中低收入的国家。
完全拢伫咧印度研发生产的新冠疫苗 COVAXIN， 吹三号世界卫生组织列入紧急使用清单，是本土研发国际认可的第一种。几落千万的印度人听到这个消息，心情较放松，因为这种疫苗伫咧今年1月，还阁伫咧3期临床试验时阵，印度政府就紧急授权，引起注意甲批评。COVAXIN 伫咧印度已经注超过1亿500万剂。वैज्ञानिक साइंटिस्ट और भारत बायोटेक कंपनी को मैं हार्दिक अभिनंदन करता हूँ। 巴拉特新机今年7月向世界卫生组织送件，中国嘅社会要求更加侪相关资料。有专家认为，这种疫苗审遮尼紧，资料无够完整，有安全的疑虑。巴拉特新机嘅董事长讲 ，COVAXIN 200%有效。As a scientist, I pray that India's innovation is starting and it's going to boom as we go along. 世卫组织嘅核准声明讲 ，COVAXIN 建议适用伫咧18岁以上的族群，总共注2剂，中人4礼拜，注2剂了14天或者是更较久，对任何相关重症的防护力有到78%，因为保存容易，正适合中低收入国家。目前印度主上最是印度版的 AZ， 也就是阿斯特吉利康药厂研发。印度费城研究所制作的 Covishield 有8亿1千万人注，印度到即马有超过2亿5300万人注过2剂有放射，占有资格注的人的1/4。至少注过1剂的有6亿5300万人。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香港有民众啉南韩生产的蜂蜜饮料，造成4个人肝受到损害，住院治疗。结果嘛查出讲，饮料内底有一种甲氧沙林有毒物质。这款饮料台湾嘛有在卖，消署是表示哦，咱国内去年进口65批，嘛已经要求业者先停卖，接受检验。有些民众吃了甲氧沙林，他就会恶心，会头晕头痛。然后有些人也会影响他的睡眠的品质。那文献有报道说，长期的话有吃到甲氧沙林，也可能会增加忧郁症的风险。然后另外甲氧沙林它本身它有肝脏毒性，那如果过量或者遇到特殊体质，也会造成急性的肝炎。属于药品成分啊，就不应该添加到其他的产品来。好，那但是它这个产品为什么会有这个成分？所以就需要做一些调查，会尽快已经跟业者联系了，尽快把这个结果来让大家知道。消署强调讲，产品抽验了后，若是确定讲有甲氧沙林的成分，会过来分析是天然残留的，还是业者故意添加的成分。若是是业者调故意的，就违反医药司法，会依法来处理。再来看中国疫情扩大，病毒已经拖到19个省了，一天是有109例病例。内蒙古、甘肃、黑龙江上严重哦，因为当地政府要求百姓要准备一寡食清的物件，所以有真侪所在民众拢在抢物资。中国的网络顶头阁有台海情势真紧张的风声哦，互民众是真惊吓。中国的商务部嘛出面要求民众先冷静，嘛唔通想济。中国初三一天新增加确诊就超过100例，也是8月70以来第一摆一天超过100例。真侪所在拢显示疫情无甲乐观，真侪人真惊吓，部分地区的超市拢出现抢买物件情形。不过百姓对粮食物资会有马上需要度别感受，是早伫几天之前就出现。中国商务部7月发出一条通告，爱民众储存生活必需品，甚至马上紧急澄清，爱百姓唔通过度联想。我们囤没多大意义，囤不了2天，不用囤。粮食你够吃就行，你在北京首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微博用户大文，政府叫咱爱赶紧囤粮。消息一出来，身躯边的许多人拢走去超市拼命买，也有人伫社群媒体顶悬表示，不一定是台海局势升悬，真侪人囤粮有美颜。中国官方媒体《经济日报》报道，官方用意是针对疫情防控。环球日报也伫社群媒体大文，无看到是要作战的情势。疫情发生，它有不确定性，储备一些这个过冬物资呢，不至于这么忙乱。当前这个台海局势，和这个疫情这2个因素，它的叠加在一块之后啊，
才更加的引起了这个人们的关注。就算社群媒体出现真侪联想，啊，毋过最近台海局势紧张，疫情搁大爆发，还有大水河造成水灾和菜价称悬这情形确实存在。彭博社是报道，中国商务部7月发布的鼓励家庭经济需要储存生活必需品，即马已经找无相关的结果。商务部回应，供应完全有保障的相关字句，伫个一所的排行榜顶悬。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交通部昨提出基隆捷运第2阶段8度到基隆段，望讲未来会当用捷运来取代代替，也毋过有真侪基隆的民众是有意见。基隆市长林右昌嘛已经打电话给交通部长王国材沟通。王国材今仔是强调讲，第2阶段至少是10天后才需要决定的代志。开24号打造的代替第4代基隆火车头，营运才6年，连接公路客运转运站、活动化码头是基隆国民计划亮点之一。交通部提出火车甲基隆捷运真歹并存，今年2选1，引起地方不满。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这只是点出规划面的问题，至少10年后才需要做决定。第一阶段还是从南港做到八堵，然后在八堵做转运。那先由基隆市民先习惯哈，在第一阶段做完，然后营运一阵子，那这可能是10年以后的事了哈。这个决定可能是在10年后，由那时候的人、那时候的想法再来做决定。交通部分析，基隆为轻轨到捷运基地，讲20年过去找无路廊，即马真无简单找到，应服务更较侪使用者。目前只是提出规划面的问题。交通部的想法确实是2选1，啊，毋过考虑地方的需求，各种方案拢会值得评估。现在听起来就是拖字诀嘛，你说第2阶段，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第2阶段。以您昨天在询答上的回应，您认为是倾向废台铁啊？但是废台铁这个对基隆的这个9万通勤族来说，它不公平啊！吵了5年6年之后，突然间原来捷运不是新增加，是原本的台铁要换掉，变成基隆捷运要盖在原本台铁上面。那这样就完全影响到人家原本的交通生活嘛。综合规划在基隆捷运这部分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因为原本讲9月，后来又10月，现在11月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在11月底能不能出来？就最近整个在做一个协商，我们希望尽速了。立委这期进行基隆捷运综合规划案，预算都开上千万，花半工也无看到结果，要求赶紧定案。交通部强调，9月份综合规划都已经完成，不过地方对路线有无同款的意见，最近拢在调整，希望真紧就会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兆丰农场之前传出讲有游客徛抢龟，最近又搁互检举讲农场无动物等等许可的证照哦，要求县政府要依法来裁罚，嘛停止开放园区。这是顶个月3日，花莲兆丰农场热带动物的事件，一个长头毛的查某人，也是坐一只40岁亚达波拉象龟身上翕相，脚还阁寸长长，互象龟安尼行，后边的民众是看不落去，赶紧翕相检举。当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生气，而且我很严厉的谴责这一种虐待动物的情况，因为动物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每一个饲养员看到那个，甚至还有人当场在那边哭。今嘛兆丰农场阁被检举，根本无摕到动物等等许可的相关证照，公开互民众参观恐惊已经违法。依照动物保护法相关的规定，其实必须要对于兆丰农场给予裁罚5到25万。那另外，其实就是在他取得动物展演许可之前，就是园方应该把这个园区先暂时停止开放。花莲动植物防疫所表示，目前县府已经辅导业者合法为目的，所以先别开发，不过要求关动物园区等待等按许可定数完成了后才开放。它不是这一个案子。出来之后才申请，那目前都还在审查阶段当中。昨天就已经全面暂停对于民众有互动的整个场域。农场提出尤美云表示，农场只是一寡高罪动物，门票收入无悬，不过开不到400-500万押金，互业者压力真大。希望农委会应针对业者等因的动物种类甲规模来设计无同款的收费。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中有一个姓蔡的查甫人，今年的2月份开始，驶水肥车伫中华路的附近甲水肥乌白倒，因为假草，民众去检举，保七总队甲台中市环保局调查几啊个月，伫初二早起掠到这个嫌犯咯。水肥车2号早起，慢慢驶入去台中5车中华路边仔的产业道路，错性嫌犯趁四周围无人，甲400公斤的水肥直接摆入去草垛内底，现场是臭毛毛。卖互真侪工的保七员警现身，当场抓到。发现水肥车踪迹，当场查获蔡姓犯嫌正在将水肥车内粪尿倒入空地，立即将蔡嫌以现行犯逮捕，并查扣水肥车1辆。保七总队表示，蔡嫌今年2月开始，对外以每车次新台币2000块承揽抽水肥的工程，甲单大约到60车次，总共排放大约30公吨的水肥，也佮家己伫咧水肥车车体加装 L 型的排放管，大概排放只要短短几分钟就会使完成。台中市环保局接到民众的检举，将监视器登记来监控，报请检警来侦办。环保局稽查大队表示，蔡嫌无领环保主管机关核发的废弃物清除许可，私自来承揽抽水肥工程，会面临刑事的责任。这个涉及到废弃物清理法46条刑责，这个可处1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期并得并科新台币1500万以下的罚金。台中市府提醒，因为市内有水肥厂，若是民众的水钱少大有收清洁费，每年会使向环保局申请免费抽水肥一届。若是为有厂商代为抽水肥，会使向业者要求出示污水处理的4联单，确定水肥厂过磅的记录了后，才可付款。记者台中报道。今年因为日本的疫情炭烧，鸡豆外销受到真大的影响。台南新市秋季鸡豆的客座嘛暂停。新市这嘛因为南科特定区准备要征收土地，所以附近的农地继续是起真侪真侪地主嘛拢按算要甲农地卖掉，所以未来种鸡豆的范围是愈来愈小。种毛豆几十年的毛豆农，一透早就准备出门上工，不过现在无种毛豆，而是种番薯。今年因为疫情冲击百业，连带影响新市毛豆外销日本，所以今年新市毛豆嘛安尼停止客座。咱是毋知工地，阮是负责生产啊，问题伊知影可能是疫情关系，伊销无遐多，个产量一定会咱那边这个减免安尼啊。主要外销日本，那因为日本的这个饮食被禁止的时间比较长那所以在这个外销量的部分就不需要那么多。新市毛豆客座一年分做春秋两季。新市种的大约100公顷，不过随着南科地区渐渐发展，台南市府嘛已经举办说明会，有今年后来征收，今后新市的农地继续起真济。有开发商是看准商机大量买地，未来一定会影响到客座毛豆的面积。一分地4000多万，那是农地，等到规划好了，那又要 double 的。国土规划尽快完善。新市农会表示，土地开发确实会影响到客座毛豆的面积，但是日本的疫情是渐渐要趋缓，有讲明年毛豆会当恢复外销日本的市场，不过客座面积就会减少偌济，嘛就要看明年实际讲客座意愿了后的结果而定。记者郑混淡报道。来看优先保健法准备要修法，要甲法案的名改做生育保健法咯。按算讲未来太太若需要做人工流产，唔免先生的同意；，搁有未来未成年的少女若需有心，敢要做人工流产若需讲甲法定的代理人有无共款的意见，就爱先咨询这个修法的草案，上紧伫明年的10月份就会对外预告。优生保健法要出现重大变革顶礼拜，国健署邀请各界专家来研议，考虑尊重女性的自主权。未来已经结婚的妇人人，若是想要做人工流产，会当要经过配偶的同意。国际上面的一个趋势跟做法，希望是说透过沟通或这个说明的过程，是不是能够取得比较大家一致的看法这样子。目前的优生保健法的规定，有配偶的人因为有生或者是生产，影响伊的心理健康或者是家庭的生活的人，做人工流产都要配偶的同意。也若未来生育保健法的草案，已经结婚的妇人人，若是想要做人工流产，唔免配偶的同意。按算修法草案，上紧明年1月份就会对外来预告。那过去民国90几年的时候，高雄也有判例，就是没有征求到先生的同意权而去终止妊娠，最后
的法官的判决是因为依照应该以这个妇女的身体自主权为主的法律原则来做判决，后来判决无罪。我想这个案例也是给我们思考，就是说应该还是以妇女的自主权为主是比较重要的。目前规范未成年的少女做人工流产，需要法定代理人或者是辅助人的同意。未来新法草案会修改做未成年的少女有心人工流产的问题，若甲法定代理人的意见有冲突的时阵，要经过自伤等等的规定。针对这点，妇女团体认为讲需要更较侪配套。其实性别平等教育法就是有要求教育体系其实是要提供性教育。那当然有性教育之后，他其实如果未来还是未预期怀孕，然后他还是未成年的话，那我们也其实希望国健署的这个体制的设计要非常的仔细，而不是非常简单的就谘商带过。包括从前端的性教育到后方的整个社会福利体系的支持，其实都应该要到位。妇女团体认为讲，咨商的过程重点是政府后续敢有提供充分的社会福利资源，敢有提供相关的资讯给当事人。若要让当事人嘛有自主权，咨商设计的内容要是以家长为主，无甲未成年人的意见包括在内，这款的咨商就失去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咨商心理师工会全联会今仔公布一份上新的调查，指出讲每4个大学生都有一个捌接受心理咨商，也毋过目前1200个大学生才有一个专业的辅导人员，这是严重的无够。对大学生来讲，读册、交朋友、生活、家庭等等，可能会有各种压力。当心情无好或者是郁卒的时阵，应该会寻求专业的协助的。咨商心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公布上新的调查，每4个大学生都有一个人捌接受过心理咨商的服务。头一届接触咨商，一般来讲，中小学的辅导室是占上侪有48%，过来是大学的咨商中心，剩下则是其他的管道。在中小学，因为有辅导老师的专任化的制度之后呢，反而让中小学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可是，在大学的那个比重上，就是心理师对比学生的比重上，事实上相对还是不够跟不足。为了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目前中小学有配专业的辅导老师，大学嘛有相关辅导的人力。不过，目前青二的学生敢若有配一个辅导老师，这个比例真明显，确实是无够。降低多少是1000比1吗？好，或者是800比1？那这个部分呢，都还在协商。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说部分的学校在财务上面比较吃紧。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08年大专生自我伤害死亡的有59个人，到109年牙关到76个人。咨商专联会指出，学生心理健康的需求需要稳定而且有够业的心理辅导咨商人员。这个调查嘛显示，大学生对心理咨商师的专业有更较侪入捌，若遇到问题，嘛会知影爱寻求协助。政府应该以政策来引导，让学生一直到出社会，拢会当接触到心理健康相关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总统蔡英文伫亚洲生物科技展开幕致辞，总统强调讲，咱台湾的生技产业表现是得到国际肯定。咱国产的高端疫苗，互联合国选做第3期试验的疫苗，显示有正大的潜力。展览顶头佫有啥物新科技的应用，咱嘛做伙来看卖。说阿嬷量拿机，或者是直接连手机啊，都能看出环境当中一氧化碳、空气湿度等数值。这地飞行监测装置有加工后的气体监测镜片，用同时监测真一种气体，让使用者随时监测空气品质。可以用半导体制成做的生医感测晶片，它的功率消耗是传统的1/76，就是我们代谢的最终产物。这个大概数量会到几百种，跟特定疾病有关的大概几十种。应该就可以了，一个气体把它做校正。台湾的 ICT 产业伫 AI 监测关键等领域表现正赞，尤其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数位转型，台湾相关产业马上投入检测、稳固医疗等研发。今年亚洲生技大展目标伫生医产业，总统蔡英文佫以台湾的新冠疫苗入选世卫组织团体试验为例，肯定生医产业的表现。有多家厂商展出自主研发的 COVID-19 检测试剂，在 WHO 的团体试验疫苗计划中，我们国产的高端疫苗也从全球20款疫苗脱颖而出，成为2支候选疫苗之一。这也显示台湾的生医研发潜力获得了国际的肯定。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也有学者利用海草类导致疾病检测应用，甚至佫开发出用降低 A 型流感发炎反应的保健食品。藻胆蛋白物质它会发红色的荧光，可以嫁接在我们现在生医领域所应用的任何抗体上面，是否这个抗体有跑到我们的癌细胞上面去做标的？从藻类去萃取出来之后，去建立了一个活性的探测的平台，这些有效物质甚至可以预防 A 型流感。今年升旗大典有超过13个的厂商参加。亚洲升旗大会筹组会主席李正熙认为，疫情也无平息，产业爱密切合作，展现检测疫苗药物的防疫研发力量。台湾升旗产业爱阁面临市场税主管报告的挑战，爱拍拼甲国际记者才袂被边缘化。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大理太平有生产真侪红地笋哦，也毋过这款笋啊，生伫山壁，采收的过程是真危险哦。当地社区发展协会嘛，甲农民合作伫平地来种，即马产量是真稳定，品质嘛袂歹哦。咱嘛做伙来看卖。一支一支的红地笋看起来比一般较细枝淡薄，一般红地笋较恶种，大部分拢是野生的，也因为产量少，价值较悬。红地笋主要是伫台中大理、太平交接的所在生长，而且是生伫咧山壁顶面，若要采收就无性命危险。所以大理德甲坑社区发展协会和农民合作，开始伫平地试看卖种红地笋。我没有采过黄地笋，今天是第一次体验。刚开始完全找不到黄地笋长在哪边。经过社区和农民这几冬的打拼，配合附近充足的水源。种出来红地笋产量豆豆稳定，虽然比山壁顶明细较细枝，不过口感脆，甚至是搁较好食。其他社区也开始想要种看卖。这边的那个黄地笋比山上的好吃，它长得那个比较细，可是啊，感觉上整个吃起来比较扎实，然后比较脆。在竹子坑这边吃到黄地笋，觉得我们六股社区也可以来试种看看，因为非常好吃，想把它推广出去。未来德甲溪社区也按算伫雾峰、大理其他社区推广种红地笋，希望免冒险爬山壁采收，居民就有通食到红地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中学内底有一间有95栋历史的剑道馆哦，伫去年的2月开始征收，最近完成了。未来才会成做是一个多功能的艺文展演中心。外观以清水砖啊堆贴等阵楼悬，入去到内底看到的是以檜榔木甲杉啊做结构的厝顶，有95年历史的新竹高中剑道馆。过去嘛捌做过图书馆甲合作社，毕业50档的校友讲起过去，拢是回忆。每次中午就来这里看报纸，然后报纸非常充分，而且有香港时报、青岛日报。那这个图书馆对我来讲呢，就是说，流动教室的时候，我不想上课，我就流动到这里来，换句话说，都是翘课在这里面自修。其实学校过去捌为着要兴起音乐馆，按说要拆除剑道馆，后来经过各界校友的合作，无着修复经费，总算甲保存落来。剑道馆其实对于我们竹中人的记忆是非常的深刻的。那不同年代它有不同的用途有图书馆，有合作社，然后有原住民的教室，有其他的用途。那承载了不同学生的一个记忆。修复完工了后，剑道馆会变作艺文展演中心，希望老建筑会当继续讲故事。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